一項成功嘅比賽，運動員當然就係焦點，不過其他崗位亦都好重要㗎。咁除咗裁判之外，大家對於羽毛球司線員嘅認識又有幾深啦？一齊睇下。一場比賽，大多數嘅觀眾可能只會留意運動員同埋裁判。咁除咗佢哋之外，坐喺場邊嘅司線員都好重要㗎。咁到底咩係司線員？佢哋負責啲咩工作嘅呢？其實司線員顧名思義咧，同佢個名嘅差唔多，佢就睇住條線，睇個波個落去嗰個場嗰度咧，究竟係煙定係勾，去幫助裁判去判決咯。咁佢係一個協助嘅形式咯。如果以往咧，司線員嘅工作咧，其實司線係最後嘅判決者嚟嘅。但係近呢幾年開始咧，就即係都實施咗一段時間，就話裁判、主裁同埋副裁都有可以改判咯，改判司線員咯。以前司線員個權力係真係相當大嘅。羽毛球總會為咗籌備今次嘅黃金大獎賽，早喺7月已經開始招募同埋培訓司線員㗎啦。咁要能夠成為大獎賽嘅一份子，必須通過實習同埋考核之後先至能夠參與。咁透過呢一次嘅招募，一共有15位新血加入。第2年做司線員嘅黃振基就話：呢一份工作並唔係想像中咁簡單㗎。其實我本身都話諗住原來司線員坐喺度都好輕鬆啫，咁睇下人哋打波。但係當你接觸到司線員嘅時候，其實佢嘅壓力都係幾大，因為你要係負責成個比賽咁樣，都係牽涉到成個比賽好重要嘅1-2分啊。有陣時可能就1-2分就會令一邊對手可能晉級或者係淘汰咁樣咯。咁所以我接觸到司線員呢份工作之後，我就覺得原來司線員唔係想像中咁輕鬆嘅。擔任司線員有5年經驗嘅李耀華表示，好中意呢一份工作，亦都好樂意為澳門嘅賽事出一分力。咁除咗本地嘅司線員之外，羽毛球總會亦都邀請內地嘅人員一齊協助比賽。近呢幾年揾人嗰方面都開始有啲困難咯，咁所以羽毛球總會咧，佢都見呢個情況咧，佢就開始揾國內啲幫手做日頭啊，或者係開頭啲初賽嘅，咁將比較重要嘅決賽都交俾我哋本地。咁大家下一次欣賞比賽嘅時候，除咗留意運動員之外，可以嘗試從多角度去了解一下成場比賽嘅運作，有助加深對羽毛球運動嘅認識㗎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歐寶文報道。